气候变迁嘛影响到国际金融哦，咱国内金管会嘛针对银行进行气候变迁的压力测试，结果是显示讲，上严重的时哦，银行可能会损失3000亿，等于一档赚的钱拢了去咯。最近这几年极端天气的频率甲强度愈来愈大，对人民生命安全甲财产的冲击愈来愈严重。2020年1月份，国际清算银行警示，气候变迁的风险可能带来6天鹅的事件，而且引发系统性金融危机。这几年，外国小连续对金融机构气候变迁的风险展开压力测试。金管会头一届对本国银行启动的公办气候变迁压力的测试，即马结果出来啊！在气候变迁风险的冲击之下，上较严重的时阵，银行估计损失会到3000亿。等于是几年的利润拢了去。各国的汇率都在浮动，各国的经济都在下行的这种情况之下啊，我们台湾本身的经济也在逐渐的恶化中。所以说，金融机构面临的这种困境，短期之内金管会将面临一个新的挑战。目前国际上甲气候相关的风险分做实体风险、做大水、酷寒、海平面压悬等等的极端气候。对银行受信担保品的价值造成的减损，甲转型风险，也就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政府加扣碳费甲碳税等等。也若所谓金融业气候风险压力测试，透过基本计数，亲像电力、碳、燃料计数的调整，来评估交易对手可能受到影响。不过，学者认为讲，这各种的做法是无法度改变已经存在恶化的事实。伫市场等待美国联准会公布上限利率决策会议的结果，大股早盘开悬走低。盘中由红翻黑，指数要失守17200点。目前指数伫平盘附近来回回。今天市场比较观望哈，AI 概念股因为短线是涨多哈，所以最近这几天在融资增速比较大的一个情况之下变成了股价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震荡啊。但是这个来看的话，似乎是有点洗盘的一个味道。分析师表示，将来台股的表现要是来看 FED 利率政策的态度。出来方向若倾向成熟，代表变薄的趋势有可能会改变，互外资的热钱重新流入来，大盘指数有机会阁加悬。记者综合报道。